闪，开地平安，国运昌隆。新华区兴华土地中划土地大部分属于民国71年都市计划中划设新华区运动场用地，因为运动场以现行发展考量已经无迫切需求，因此经过都市计划检讨后改编，为提升土地利用以及周遭生活环境品质，黄伟特表示。兴华市地中划面积虽然只有5.73公顷，但公部门会当取得大约2公顷的公共设施，包含地方池、公园、活动中心等等。这公共设施如果由政府开票的话，需要编列大笔经费，取得用地甲工程费用。现在以市地中划方式，就会当无偿取得。而地主完成土地，嘛会当变成大体用地，会当讲是地主、政府、地方欢迎三赢局面。这个市地重划的意义在于，面积虽然只有5.7，但是公家部门可以取得2公顷的公共设施，包括滞洪池、包括公园、包括活动中心、包括道路，这些如果政府要开辟的话，就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包括用地取得跟工程费用。而今现在就可以这个无偿的取得。对于地主有什么好处？对于地主，他们土地从农地。从公共设施、公园用地变成了这个住宅区，它们的价值大幅提升。虽然面积缩小了，但对于政府地方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地方再也不是一个闲置的土地，变成一个公共卫生环境的一个死角或者脏乱的地方，未来就是变成一个发展完整的社区有很多公共设施可以让民众来游憩，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创造了3赢，对于整体台南市的发展以及大南科周边地区的繁荣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工程尽快顺利完工，能够带给地方繁荣跟进步。地政局长陈小美指出，新华区兴华市地中划工程位伫咧新华都市计划东边，临近新华高中甲车头，交通便利，地理优良，土地总面积大约5.73公顷。工程规划涵盖公园、地方池、绿带甲道路等公共设施。中划了后，会当完成大体区3.71公顷，公共设施用地大约2公顷。其中新票道路长度大约900公尺，公园面积大约是0.87公顷。地方池只是有效兼顾开发、防洪甲生态多重的目标。工程预计伫咧112年4月完工。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